一本好書可以影響你一生。我係你嘅說書人 Harrison。跟住落嚟，我用聲音為你解構以下呢一本好書。厚黑學分為兩部分呈現。第一集涵蓋概念、思想精髓與歷史觀點。第二集則集中於批判分析與現代應用。第一集厚黑學嘅形與成背景同作者簡介。厚黑學係中國近代思想家李宗吾於1917年撰寫嘅諷刺性政治哲學著作。李宗吾原名李世傳，字宗吾，生於清末，目睹晚清官場腐敗、軍閥割據嘅亂世，對社會現實有深刻洞察。佢以辛辣不足揭露人性陰暗面，提出成大事者必須具備厚臉皮同黑心腸嘅特質。厚黑學初刊於成都公論日報，後輯為3卷。上卷厚黑學論提出理論，中卷厚黑經訪經書形式詮釋厚黑之道，下卷厚黑全集錄以對話體討論應用方法。李宗吾自封厚黑教主，其語大揶揄卻一針見血，作品廣受讀者關注。雖然厚黑學被視為權謀指南，但李宗吾多次強調此書乃惡談，旨在嘲諷虛偽，警醒世人，非提倡無恥與狠毒。厚黑學因此被視為映照官場與人性嘅哈哈鏡，揭示人際同權力鬥爭背後嘅真相。核心理論厚臉皮與黑心腸。厚黑學之厚與黑象徵兩項權謀本領。厚臉皮即係冇羞恥感，能夠忍辱負重，不顧他人眼光。李宗吾以劉備為例，指出其四處投靠，善於哭訴博取同情，係厚顏無恥嘅代表。黑心腸即係心狠手辣，不擇手段，為達目的可犧牲他人利益。曹操則被視為黑嘅極致，其名言寧我負人，無人負我。李宗吾進一步將厚黑修煉劃分為3個境界。初階厚如城牆，黑如煤炭，表現粗糙，易被識破。中階厚而硬，黑而亮，技巧圓滑，較難察覺。高階厚而無形，黑而無色，渾然天成，虛懷若谷，實則老謀深算。真正高手行厚黑之術，表面光明磊落，實際暗藏機心，達到攻無不克之境。三國人物嘅厚黑解構，李宗吾選擇三國時代嘅曹操、劉備與孫權為厚黑典範。曹操深黑代表，殺伐果斷，寧可負人，掌握北方霸權。劉備臉厚代表，四處投靠，善哭善演，最終得天下。孫權厚黑兼具，但皆不極致，因此江東偏安一隅。李宗吾亦舉司馬懿為厚黑集大成者，既能忍辱厚，又能陰謀散權，黑最終燦漢成功。呢個分析總結為厚黑者勝，非厚即黑，厚黑兼備則天下可圖。厚黑學技巧、六字真言與辦事妙法。李宗吾將厚黑術具體化，提出實用法則。求官六字真言：凶、共、衝、捧、恐、送。凶，放低其他事務，專心考官；共，鑽營攀關係；衝，出言驚人，引關注；捧，阿諛奉承；恐，掌握上司把柄，以作威脅；送，行賄賄賂。做官六字真言：凶、公、崩、凶、龍、龍。凶，處事裝糊塗，留餘地；公，對上恭敬；崩，下裝出權威；凶，心狠手辣，表面仁慈；龍，充耳不聞批評；龍，中飽私囊。兩套真言描繪出求官做官嘅潛規則，言辭誇張，實則諷刺現實黑暗。辦事易妙法：鋸箭法只係鋸箭桿，不拔箭頭，比如做事表面應付，推卸責任。補鍋法係先製造問題，再解決佢邀功。李宗吾強調此兩法若交替使用，可避責又可邀功，係厚黑者處世之妙術。咁今集厚黑學嘅思想緣起與理論核心，透過對厚臉皮與黑心腸嘅分析，結合三國人物嘅歷史實例與權謀技術嘅整理，勾勒出一套冷酷但精巧嘅成功哲學。李宗吾雖語帶氣汪，實則映照官場與人心深層嘅現實機制。今集節目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好書想我幫你解構，可以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知。如果多人選擇嘅，我會特別為你哋製作哈利說書。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多謝，拜拜。